因为着咱上帝慈悲，降到由青皮、甲红皮、甲白的这时阵，咱平耶稣来领导世界来互翻宇宙。所以说，个人希望会当得到道，会当来修得道，会当真正来改变咱个人的命运，甚至到尾结束的当中，会当来得咱人讲的时阵咱面对真好迄个帮助的所在，咱就是最最奉旨就是安尼，咱会记一句话：人来到这世间，就是一定结束，无迄个不结束。但是咱这修的，毋是真个用。咱这修就是当咱要离开世间，迄个时阵要用的。迄个你若是安全好势，当你要离开世间的时阵，你的某囝会当来代替，你的地点会当来代替，你的财产会当来代替，你的一切兄姊妹我都来你代替。唯有就是你真正伫这个修行的时阵，你起一个责任，我与老母同在，我的叔叔母同在，我的老父同在。迄个时阵，你若得到能力，你的心若得到能力，你来到世界上，为你乃是真正含笑回吐。今日当中呢，非常感谢，咱请到福建，俊杰讲师俊杰讲师过去慢慢来咱这个所在可能开过来课，伊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讲师。早年咱互我共办着咱这个咱市这个评鉴会，伊是演是一个总干事。伊当时的当中受到过来单位，你像宝威山这个梧桐岭华裔崇德等等这单位真正赞赏，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少年家今日咱非常的难得来到咱爱上咱慈悲找到这当中的聆听的这个开始，我最后祝大家身体愉快，身体健康。好，谢谢各位，谢谢。好，动举起立。感谢父亲慈悲，勤道公，婚道公。感谢父亲慈悲。感谢父亲慈悲。请讲师慈悲，前道公，婚道公，讲师好，讲师好，故乡。前人、副前人、各位点燃师各位领灯、各位坛主、各位前大的，大家早安。讲师早安。感谢点燃师的感谢上天放的稳定，咱做所有同事，时时刻回到台面的台湾台电，咱回到今天的我台提升，咱真理，咱所有铁管咱在座各位前人，有这个机会，会当伫这个重要的性的，咱爱上佛堂。来做一个学习，今仔日这个语言算非常的舒适咱知影这几冬是疫情咱现主是这个疫情还未结束，所以伫这个后疫情时代在这个时阵，咱可会当共筑一顿来共藏这个心力，讲起来是真正是爱感恩着天父赐福。咱互他呢，今仔日有这个机会嘛真感恩，嘛真恐怖。恐怖是因为咱家己在所发现的行无多种，咱中心呢所负荷咱的这个责任呢，将伊呢做一个圆满。感恩呢当然是感恩有这款的机会，会当互咱家己呢练习自己。
所以佛学今日所要报告的题目叫做修行者的修持，修行者的修持，修行者的修持啦，咱各位先生应该台语拢听有啦，国语应该记减啦，咱一开始呢，咱想要甲咱各位呢请教一下，修行者，修行者，敢若讲就是修道人、修行人啦，这咱了解。什么款人才是修行人？各位先生，咱个思考看啊，什么款人是修行人？是修道人，或者是讲什么款的人，伊才有资格叫做修道人？修行是，亲像咱共款，已经求了道，外面一寡兄弟姊妹，还未求道的兄弟姊妹，因还未求道，敢会当叫做修行人？敢是修行人？是还不是？这逐日咱去思考啦吼，或者是讲爱亲口所说。这是叫做修的，或者是讲伫庙寺出家修行的这师傅，这是叫做修行人。到底一个修行人应该具备什么款的条件？或者是讲具备什么款的资格？咱后面修改。咱佛学一开始先来讲一个例啦吼。那么这几天，咱知疫情啦吼，但是咱公司咱学校的这个公司吼，有一个同事伫这几天内底呢，得了一个镜头，就是讲伊人就感觉非常的无爽快，去看医生，去病院呢，你检查，从基本拢检查袂出来这个问题到底是啥物货。医生拢甲讲，你真正常，检查出来数据拢无问题。但是现呢，伊就暗时伊就困袂去啊，人就会感觉焦虑啊，脾气就无好啊，就安尼规暗困也袂去，失眠人就感觉非常的艰苦。但是去病院去检查，互医生看几落科啦，毋管是内科啦，看胃啦，看神经啦，拢查袂出来问题。那么尾仔伊去看啥呢？伊看即个精神科啦，精神科是一般人上无爱去看结果伊去看即个精神科啦，结果才验出来，什么症头来问题？咱刚刚听过一种叫做自律神经失调。咱对这敢有了解？因为伊检查是自律神经失调。咱知咱人有一个交感神经。交感神经来讲咱人有六根眼、耳、鼻、舌、身、意。那么外口这个环境，咱拄着时阵，咱看到，咱感触到。咱自然，咱的身体、咱的身躯呢，就产生调整，感觉我看到这项物件就爱咧，你就产生非常喜欢这款的心。你若讲看这项物件无爱的时阵，听到一句话无爱的时阵呢，你自然就产生这种改变。比如讲进前热天啦，热天外口的温度足悬的时阵呢，咱人的身躯呢，这个门肛孔就会拍开，你就会流汗。这就是交感神经你就会感觉热嘛，但是除了这个交感神经以外呢，还有一个副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就是好像你讲的外口天气咧热的时阵呢，你的门肛孔你就会拍开，你就会流汗。这不是咱人要控制的，不是讲你叫门肛孔拍开就拍开呢，是咱家己身体呢，家己产生这款的作用。当亲像即摆天气较冷的时阵呢，咱的门肛孔就会缩起来，互外口的冷风袂吹入来，这就是交感甲副交感神经的一个作用。但是呢，当这个交感神经甲副交感神经失调的时阵，这就叫做自律神经失调。咱这个动作就是安怎呢？
伊安尼暗时困袂去，感觉非常的不适，看到人的脾气就无好，结果呢，才知影讲伊的压力真大，伊的压力真大，但是压力大伊无法度去调息啊，伊无法度去，然后人压力大时爱运动嘛，爱去爬山，互咱这个啥，咱的身心得到一个解放，运动了，咱会感觉非常心情会感觉非常的轻松。所以咱这同事就是，因为伊只有一寡镜头，所以足侪人拄着伊呢，拢相甲理就对，因为伊脾气无好嘛，所以拄着时阵呢，伊就会讲骂就无好话原来就是讲，伊的内在呢，这个压力呢，无法度得到一个抒发抒发就对了。所以咱知影讲，咱咧讲咱修行修有修理、修静甲修习。修理修静，咱知嘛？车若咧开方向客气咱方向盘咱都着爱调整者。咱若家庭若歹去，爱安那爱送修理，敢是？车若歹去，爱送倒位？爱送关手嘛，保养手嘛，爱去用修理但是咱人若是歹去的时阵呢？人看病爱看医生，敢是？但是你若是你的心情、你的压力，若产生咱拄仔咧讲的这个适合这个家庭夫妻先生甲太太若适合的时阵，这个家庭就有袂敢是？然后夫妻就像左右手嘛，爱到深处无怨尤，但是。先生太太就常常正手到倒手了，当你正手咧摕物件摕到摕袂去的时阵，倒手自然就去甲倒摕敢是？敢才搁人讲，敢才搁正手讲，倒手的帮我摕物件者，敢爱？如果一个家庭夫妻若是产生即款的情形，安尼这个家庭一定有问题，一定有问题咱人也是共款，人有问题的时阵。咱就爱爱找方法，找调息的一个方法，这就是修了。那么行呢？行咱讲一切的行为，其实一切的行为有分外在甲内在。外就是咱外口这一切言行举止但是内呢，就是咱的心念、咱的意这就是行所以简单讲，修行。就是讲，当咱人的行为，不管是内甲外，若产生了失和、失调、偏差的时阵，咱就要做一个调整。所以修行者，毋是讲研究了道的人才当叫做修行者。或者是讲爱勤劳所事，或者是讲伫咧庙寺、伫咧修行的事物，这是叫做修行者。其实修行者是每一个人。拢会当讲叫做修行者，修行这件工课，嘛是每一个人，不管你有求道无求道，拢应该来修，拢应该来修。只是讲即摆人对这个修行的定义呢，就无解了解，所以拢认为讲修行是宗教的代志，修行是安那，是爱求道、爱出家、爱勤劳所事，其实毋是。咱一个人伊出世了后。伊的这个生活当中，这个世俗当中，咱无时无刻拢爱修行，所以呢，敢若讲修行是要互咱得到咱的身心呢得到一个调息，互咱的内心呢充满这个愉快，充满这个快乐。毋是快乐啦，是愉快啦。伊是快乐的，这个都是低贱的，快嘛，所以是非常的低贱的，这边就袂去啊。咱买一个心爱物件对啦，比如讲，咱真侪拢爱买手机，手机若新的若出来时阵呢，就爱手机还是讲一台车，新的车若出来时阵呢，愈得到这个物件时阵，你会感觉非常的快乐无问题，但是这个快乐低贱的，几感觉就过去啊。修行的目的是要互咱的身心会当得到这个调息，会当互咱的内心感觉愉快。
那么第二就是讲哦，要安怎互咱的内心感觉愉快。第二就是讲，咱爱透过着学道理啊，你爱对这个道理会当了解，哦，对这个道理会当了解，毋是讲对事物的道理会当了解，对人生生活的这个道理，你嘛爱当了解。你只要法度看到这项物件袂中，哦，看到这项袂值，咱人有烦恼是因为咱啊执着，哦，对这项代志放袂下，对这项对的人无法度想过执着，所以才产生烦恼啊、妄想啊、分别对待，这拢是心的作用。你心要安怎放下？你就要了解讲即款的道理，所以修内底除了修静、修理以外，搁一个修习。什么叫做修习啊？像即摆大学生拢修学分、修学分啊，即个修习就是讲你去学一个对你修行、对你的人生有帮助的一个方法比如讲咱厝的若有囡仔咱为着要培养这个囡仔有一个好的习惯，咱也伊个细汉的时阵，咱就准备一个敷嘛，一个敷嘛，这个囡仔，你就甲教讲你一工欠1箍，欠5箍，逐工欠，毋管你有偌济零钱就对了，你就把这个敷嘛，逐工安尼个当有一工伊逐工拢了习惯了呢，这个敷嘛你永远你帮伊摕永远第一关，这个新的铺满空的铺满还袂配得来时阵呢，伊过工伊个人伊嘛是会想要弄，但是伊会甲你讲，爸爸妈妈，铺满没有了呢，我要存钱，这个是已经学了一个好习惯了呢，已经自然而然呢产生一种惯性，咱修理嘛是共款咱听道理，为什么要听道理？为什么要逐个月听，逐礼拜听，逐工读？无非就是讲，要互咱即款的道理会当伫咱的人生当中会当产生一种习惯啊。但是即摆疫情咱这2-3年来疫情，咱道理几乎拢无咧开班嘛，足长的时间无咧开班，无咧开班，咱个一个无咧开班的时阵，咱伫咧厝内咱创啥？咱师傅看伫咧厝诶，敢是足轻松有班的时阵，咱人免去，咱伫咧厝诶休困时咱会当困到，看你要困无，会当困无，但是无开班也是个习惯，无开班的习惯，结果是安怎？会产生懈怠。咱迄个心呢，咱迄个心会安怎？在退去咱若是袂开班。会使讲有道路咧无用的时阵呢，咱咧无用嘛是共款的习惯无用到尾疫情拄好来的时阵呢，你会感觉应该来入班呢，你会感觉今仔无入班，感觉怪怪这就是咱过去所累积即款的习惯，但是一个好习惯要会当形成非常的无容易，但是呢，你要甲伊毁掉。你要来开掉呢，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简单所以这个修习就是讲，咱去学一个好的方法对咱的生活也好，对咱的人生也好，对咱修行也好，有帮助的咱就好好去读，所以咱真正讲了解人生的意义。这当互咱的人生感觉有价值这个价值伫世俗来讲，就讲人生的成功与否我讲你先过了这个一生了，当年老的时阵我讲我这个人我伫这一生当中有成功嘛是无成功，有价值就无价值，咱世俗人拢是安怎来定义？世俗人拢是命有得到命有得到利无？命利相修啦。其实是讲咱的靠着靠愈来愈济有位数啦
6位数、7位数，甚至呢，亲像那个大企业家，迄款呢，已经唔知是变哪算，口子内底有偌济，咱的田厝价有偌济，或者是讲，咱的子孙，咱的子孙远动啊，子孙呢非常的济。世俗人一般对成功、对人生的价值的定义，无非拢是安尼而已，敢是？但是咱感觉上帝啊，上天是安尼评判一个人的成功，一个人的价值。咱知影咱人出世伫这个世间，咱的身份地位，咱有各来款的身份嘛。咱伫个厝可能是人的是大人，嘛有可能是人的子女，敢是？咱伫公司。伫外面呢，有可能是人头家，有可能是人的员工，这是咱过去世所累积来这个福报。简单讲就讲咱过去世所带来这个资源。那么上帝咧评判一个人的成功甲价值，是咧看讲咱这个人你如何去运用你的福报，运用你过去世所带来这个资源，去帮助。去帮助别人啊，比如讲这段时间疫情嘛，咱头疫情拄咧发的时阵，敢是这个疫苗拢买袂到，那么疫苗买袂到，国家政府伊买袂到，但是迄阵疫情真咧严重时阵，逐工拢有安那，拢有人过拢去，但是就有一寡企业家，呢。因着利用因的关系，因去买这个疫苗，开家己钱买疫苗，等来还予政府，互咱百姓来做。这就是一个企业家伊的价值，利用伊的资源来帮助这个社会，帮助这个百姓。但是有的企业家，伊有足侪钱财。但是呢，伊无将这用伫个国家社会，无用伫个百姓，伊留互伊的子孙，留互伊的子孙了后安怎？互伊的子孙踮遐咧争嘛？敢是？咱莫讲过去啦，咱着现主是即十当，看偌济企业家，伊留下这个财产，互伊的子孙，安那到即马搁咧争，搁咧拍官司。那个情况嘛，有遮尔好的福报，但是最后是即款的结果有价值，无价值。所以上帝咧评判一个人的成功定义，是看咱每一个人讲的每一个人的福报无同，好业有好业，然后富贵贫贱嘛，身份地位嘛无同，但是咱毋免看别人讲别人安尼一寸落去，安尼几百万、几千万、几亿安尼咧管，毋免啦。咱能力来较小，咱以咱的能力安尼去付出就可以啦。所以简单讲就讲，要了解这个道理，你若无透过着读，咱免哪会当了解讲这个道理这个道理你若无了解，你免哪会当做？袂当做。所以咱过来就进入了第一点啦修德对咱的良心自觉开始。那么良心自觉咱会当讲有做有讲一段话啦，就讲一丁零度千年后面迄句咧，一滴零百万一丁，什么叫做一丁咱敢若讲，咱今仔日假设各位拢研究道嘛，咱已经研究道就是讲咱的内心去拍心丁拢已经拍开了，咱好想讲一个，过去有一个父亲一个妈妈，妈妈这个有一个后生就是细汉的时阵测试迄个机会无将伊时常带来混沌所以呢，意思讲伊慢慢大汉了，伊煞无爱来
当然伊嘛错失了即个啥求道的即个机会啊，求道的机会啊。所以后尾啊，即个囡仔大汉了呢，外口学了真侪无好习惯，无好习惯啊，食薰、跋筊、啉烧酒、冤家相拍，逐项拢会啊。所以即个妈妈即个道亲呢，伊就真烦恼啊，伊讲我呢实在是真遗憾啦吼。囡仔细汉的时阵呢，咱家己安怎叫，家己安怎带，伊拢会缀咱来。细汉囡仔，你若是爱甲带互顿呢，伊袂甲你讲啦，袂甲你讲啦。所以咱若有囡仔有孙仔，会当尽量愈细的时阵就带来愈顿，带来愈顿啊。咱毋通想讲囡仔带来愈顿嘛，可能会差，可能会影响到即个班的进程。会记得讲咱囡仔细汉的时阵呢，阿公阿嬷就拢带去。迄阵咱一两岁仔尔，一两岁仔敢是足无地。足无地坐伫后壁，就你爬来头前，你洗一面，你去倒去咱毋知，咱过去若看到即款的情形，咱会感觉讲这是即个囡仔会影响即个班厝的进行啊，袂是讲后壁，咱有的迄个年轻的妈妈咧带囡仔来，囡仔敢是会差。都要买考问题，你有时我敢买考问题，你后面安尼，哇，有诶浅浅的听咱爱情诶，听到即款声时阵，伊嘛感觉讲，这囡仔太乖，小安他好啦囡仔我都顾得好，莫带来。其实真正有诶人是即款诶想法。但是咱囡仔，咱毋通惊讲来互顿吵，其实来互顿吵，咱会感觉吵是因为咱家己热心，咱家己热心有对啊，热心有对。所以囡仔你带，则带，带来道场，毋管伊安怎爬，你着负责伊爬较紧，因伫内底爬总比外口爬较好。所以即个妈妈就是囡仔细汉时伊无将伊带来道场。大汉了呢，边仔个身躯个一个无好个习惯，你妈妈甲招来求道，伊嘛无爱啊，所以妈妈逐工就去烦恼。其实咱修道应该是愈修心愈开对，你若是愈修心愈烦恼，安尼就毋对啊，爱找方法去甲解决。所以有一天我到道场要办道，即妈妈就想讲，伊叫做一遍啊。都叫一个就好啊！咱知影讲即个甲因后生叫咧，因后生讲安怎讲好啦，讲好啦。所以咱度一个人，若是度袂成时呢，2遍、3遍、5遍、10遍，只要咱迄个心会当安怎保持迄款慈悲心，找适当的方法，你家慈悲，你家引导，总有一天啦，总有一天。结果即个后生就对妈妈来求道。求道，求了，妈妈真欢喜啦，当下真欢喜。结果回去了，妈妈佫开始烦恼啊。为什么呢？因后生求道了呢，全拢毋出门啊，逐工拢关房间内底。后生呢就是伊闭下，逐工在那大闭下，唱歌，唱什么歌？唱不了。心事啥毋知啦，心事若无讲出来，这个妈妈就开始烦恼啊呢，讲奇怪，未求道进前，阮囝是安尼，生活真正常，紧道场求道转来了呢，煞逐工拢规入房间内底，大闭大唱一条歌，这妈妈就开始烦恼了呢，就去道场去问啊。点传书啦，点传书是会改记者，咱若无啥物无法度解决的问题呢，咱会记的，咱就爱找咱的前辈者，找咱的点传书来亲嘛。所以妈妈就问点传书阮后生自从求道了呢，当时怎么规入房间内底，拢无爱处理，大闭大唱迄条心事，啥人知啦？毋知这小弟是啥物情形啊？迄
变成书一听就知影，为什么？伊讲恁后生还袂求得进前，食薰、喝酒、啉烧酒，逐项拢会管接受他。即款代志敢好？即款代志拢毋好呢。但是自从求了得了，伊找到伊的啥？伊的良心本性，伊知影是非善恶，好好知影是非善恶是啥？伊知影过去所做的这代志，食薰袂当食，喝酒袂当去，更加要讲要冤家相拍。但是过去，伊逐工出门就是拢去做即款代志啦。但是从今以后，伊知影即款代志袂当做，伊出去伊若要创啥？所以就规矩关伫房间关伫厝啦。顶下说就甲讲啊，甲这青年讲啊，你从今以后，你才带恁囝来倒边，带恁囝来倒边听班，听道理，实在真买正，透过前知识安尼甲注意，甚至呢，道场有机会，人讲天公了完，你互伊来天公了完，慢慢就当改变啦。有影就对，来道场了，道理渐渐听。前辈这善知识安尼甲引导，甚至呢，天公了完，天公了完，咱了过去咱做无好迄个业，这个囡仔渐渐就改变。这个是啥？这就是找到伊的良心本性，透过着点开咱内心去下心中，所以讲求道，点开着咱的心中是安是会当讲是修道的入门啊，入门。若要修道，无找着咱去下心中呢，会当讲是业相对歹离啦，业相对歹离。所以呢，良心本性就是咱的自信。华严经内底有一句话，伊安尼讲啊，伊讲譬如一丁，炼百千丁啊。这个一丁呢，咱来看卖电火咱道场外口有款电火较大趴啦，一趴电火毋管你偌光就对啦，500一个电火，你一趴电火遮尔光500一个。有缘无法度照着咱内心当中迄个啥贪嗔痴，贪嗔痴啊！外口电火，互你讲了光，你今日咱看到外口这环境，这个阿扎里，但是即拍电火，外口电火，互你讲了光呢，你无法度看清咱内心当中，咱的妄想，咱的邪念，咱的执着。有假说你讲的这个定，就是讲不信，来讲自信，来讲智慧啊。那么，比如讲咱一个人已经有了道啊，咱的内心对他心中已经点开啊。那么咱点开，咱知影这项物件好，知影这个道好，咱去度咱的有的，度有的就是100千定，一个、2个、10个、100个。参像这个啥，这个日本这个莫广亮坛主伊敲了偌济啊？18万户的人嘛互咱度了千万的这个啥兄弟姊妹，对于咱内心这颗心丁，敢有影响？不会有影响的。你讲我这颗丁，我就分了足侪人，分我底下我这颗丁啊，就要花去。袂呢，你是愈多，你的智慧愈有呢，你的自信愈高呢，基本一定无点无钱。华严经内底甲咱讲的，咱人的心中一旦拍开了后，点光了后，咱的智慧拍开了呢，咱就要将咱这智慧，将咱这心中更加引导，较侪兄弟姊妹会当安那甲咱共款。所以咱来想看嘛，这个是用心本性，这个自觉有重要啊！要修道，咱的良心本性若是无找到，要哪修道？来来听班今日去听班到底什么目的？什么用意？什么宗旨？毋知就无名人甲我叫所以修道爱了解，为什么咱要来修道啦？若无就亲像洗所说你讲的，业应对来，业应对来，
所以主角，会当讲就是暮鼓晨钟啊。暮鼓晨钟就讲咱过去庙事吼，庙事伊早起拢会安那，伊拢会讲经。若到黄昏的时阵呢，伊会拍鼓。咱知影即个拍鼓甲即个讲经是啥物意思？早起即个讲经，咱知影伫佛寺内底呢，即个修行人，因除了念经以外，伊会听法师讲道理，伊会研究道理，伊会研究经典，听过去诸佛菩萨所讲的即个道理，去了解、去体会、去体悟。一天的开始呢，就是即个讲经，伊就是咧把即个修行人讲依教奉行啊。一日要开始啊，依教奉行，依教就讲不管是法师教也好，过去诸佛菩萨所留来经典也好，咱去体会着，咱去了解着即款的道理，一天开始呢，我就来运用伫倒位。咱今仔听道理，了解是非善恶，要用伫倒位？咱是要用伫浅显的心上。我今仔听道理听了，我就看猫咪倒一个浅显的，做了对啊对，敢是安尼？还是等个厝看先生太太做了对唔对？唔是呢。咱学来这道理是要用伫咱的主心当中，用在我们的身上，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咱是来看咱家己的，咱的言行举止爱谨慎的，敢是？所以依教奉行就讲，对法师遐所学来这个道理，诸佛菩萨这个经典所留来。内面即个道理有学过、有了解到，伊个一日开始时呢，依教奉行就讲咱讲在食在做在困，该食饭的时阵食饭，该困的时阵该困，该做代志该做代志。但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伊个现主是即个时代、即个社会有足侪人伊做袂到。暗时要困的时阵呢，搁咧追剧呢，搁咧玩手游呢，暗时手游啦，一关你关也无过，会困袂入呢，拍通宵咧。是追剧这出戏，看无了，也是困袂入呢。暗时，关难过，关过。在食在做在困，讲起来是真简单，但是要真正做会到，我是看咱的功夫。无鼓咧，暮鼓咧，暗时黄昏的时阵拍鼓是啥物用？经书所讲的，吾日三省吾身，吾日三省吾身。黄昏的时阵拍这个鼓是咧甲你讲，你要关主心。我伫一日当中，我倒了做对，做检查，我就来忏悔，我爱悔过。明仔载日头佫出来时阵呢，我今仔日所犯的这个过错，袂当再犯。这叫做暮鼓晨钟啊！暮鼓晨钟就是叫做主角。咱生命的主角，讲咱一个人生命会当主角时阵呢，除了在做、在食、在困以外呢，咱佫知影这个道理。要安怎运用伫咱的自身当中，要安怎来修持，敢是安尼？如果你若是无了解，你无法度自觉的时阵，人家你讲后壁这个功夫所以自觉较重要，非常的重要。但是呢，一个人伊若是比讲，或许咱普罗西亚的这个作息到底安怎咱曾经或许台南有阵时咱中心有人爱献这个早香初十外爱献早香咱知信众献早香拢是5点就开始献早香。咱伫台南要几点要出门？咱好3点半要出门，3点半要出门你若3点半有出门，较晚一个来到有人会伤讲，对啊。
一工咱就寄脑筋嘛，吼，过工3点钟爱起床，咱就寄脑筋。啊，脑筋一寄落来呢，有一种人，伊时间未到，伊就爬起来，所以才赶快来通出门。啊，第二种人，伊是有寄脑筋嘛，吼，脑筋了的时阵呢，伊就爬起来，吼，赶快。啊，不过有一种人叫做第三种人，脑筋爱了的时阵安那，我甲气落去，你是困，吼，敢有即摆人，哦，比比皆是哦，所以即摆人，会寄2了的，寄5了的，哦，多的是啊，吼。啊，这就是咱老师咧讲的，上师、中师、下师啦，啊，第一种人呢。像老师前面来讲，上师分道，行义行智啊。当咱的生命自觉会当显露的时阵，会当显现的时阵呢，咱知影这个道理呢，咱就知影哦，有班该参，咱就爱来参；有机会，然后提供了完，咱就提供了完，唔免人叫啊，这叫做上师。那么中师就讲哦，咱透过着这本书啊，透过了领前辈者咧，甲咱鼓励，哦，鼓励了呢，你听会落去。共款的，有班的时阵来参，有提供了我的机会，共款来提供了，这叫做中师。啊，但是有时的害害啦，有时的害害啦。那么，这种人就是讲，唔管是领人甲咱叫，组长甲咱叫，前辈者甲咱叫，某咪人啊，有班哦，我今日叫困的，我搁去学堂，搁去道场听班。我无咧读到太医好，我要来佚佗较好啦，这个下师，下师论道呢，大孝子，大孝子啊，所以咱人有3不顶嘛，上师、中师、下师，咱是处在倒种，咱大部分的人拢处在这个中间，咱知影哪要修，知影哪要学，但是呢，咱迄个精进度。我们的经济不够了，所以咱爱勉励自己，咱迄个经济心呢，爱加体谅，唔免等甲组长甲咱叫，唔免等甲领导甲咱叫，咱家己就看表，咱家己就知影，什么时阵有班，唔免搁叫，唔免搁组长讲来道场到经理哦，到创场，你时间未到，你家己就问组长来讲倒一日，咱要开班，咱敢是需要来去斗相？这叫做精进若是爱人叫呢，这就略顺略无，若顺若无。所以呢，有家所咧讲的，天物虽大，不如无因其策。父母虽讲，难道无言之？重点还是迄个心啊，爱有心啊。你若无心，就才是无因之策啊！好，你落更较大，敢有法度滋润着咱的因？无法度咧，佛门道场的门开到遮尔大，你就无爱啦，坐过者父母，甲你带来求道，甲你招来求道，来到门口啊，你就要走去，这叫做无言之言啊！诸佛菩萨。因的法律敢是无强，但是呢，众生若是无爱时，诸佛菩萨嘛是无法度。所以，不管是修道或者是修行，拢爱有心拢爱有心若无心呢，这较歹势，较歹势。所以，要来甲咱讲，修道修了思量道啊，讲明道则袂。特别迷信啊！科学家研究这个物理，研究这个物理，研究了呢，对这个物理有了解，伊是运用伫个啥？运用伫个这个啥？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发明这个器具，互咱来运用。但是咱一个修学者，听这个道理，学这个道理，咱是要爱。会当明白着这个道理，明白道理了后呢，是要运用伫个日常生活当中，运用在自身，
所以当咱的理念若是正确时阵呢，自然理念正确倒不了嘛咱师父甲咱讲讲不明理焉修道当咱理念若是正确时阵呢，任何的考验、任何的困难、任何的阻碍来时阵呢，靠咱袂倒。当咱理念若是无正确时阵呢，人的一句闲话或者是别人一句无心的话呢，就把咱靠到跳倒。来到道场，就或者甲咱讲一句无效咱听我从今以后摆去道场伫厨房斗三工的时阵，后前辈者讲今仔日田仔煮我遮咸，敢要搁来？无安尼我今仔天袂转就来厨房斗三工，结果做遮辛苦就搁叫人嫌。这是啥物原因？这就是这个理论。别人对咱的批评，别人对咱的指教，一定有原因，咱应该爱虚心接受。如果咱真正做了，就是因为这个人较重口味，这个人较重口味，咱煮的就是大家拢感觉 OK 呢但是这个先生伊较重口味，感觉你煮的无味呢，你甲咱看一句，咱得换一个角度来想，咱爱去体谅这个先生。这个先生就是讲因为较重口味嘛，所以食物件会感觉较无味道。咱就曾经一遍在厨房，在斗三工，叫做就请前贤就甲厨房的前贤，负责的前贤讲恁迄个青花就煮我较烂的，无咧做一老菩萨拢无会叮当。咱知影青花若煮我较烂的，敢着煮到拗就是无好看嘛所以这个前贤就讲。这物件是，讲青花就袂当煮了伤烂因为老菩萨只是一个老菩萨，伊步袂当去，无啥会步啦，无啥会步。其实，咱其实拢同理心同理心若讲真正较有心的前贤，应该是专工准一份一寡较无法度固定的这个前贤呢，会当坐工刀安尼来用。但是咱伫道场，在你讲袂当个别化当然，即款的这没有所谓的对与错看当事者你的地位安怎如果你感觉能力可以，你会当特别为准备一份呢，一道呢，互这个老菩萨你来用你两边拢顾会好势。所以这是讲这个伦理的这个领导的这个重所以有一句话讲将代志做对，比将这个代志做好呢较重要。咱今仔日要请假，咱要去屏东咱即马时间一咧赶，咱去到车站的时阵呢，你这个车帮你也无注意看到底是要往北还是要往南。你要去屏东呢，要搁去呢？人要去台北的火车，你就甲爬去呢，以后就甲看，爬去，坐落去，安怎？愈离愈远你敢是做完所以代志你若是毋对的代志，你要来做好，做到尾你嘛是毋对所以什么代志是对，什么代志毋对，爱读爱读过就读，咱才有清楚，才有了解。讲到这，咱来唱着歌啦ยังไม่รู้เต็ม